非常感谢我们的陈欣欣主任。欣欣主任大家都是久闻大名，跟儿艺中心大家也有非常深的渊源。他曾经在这里学习，现在又以老师的身份来这里来指导我们，所以说我们也感到很高兴。再次对欣欣主任的到来表示感谢。因为大家知道心衰是一个很难治的话题，每年大概有4万心衰的孩子，但是中国每年大家能够做儿童心脏移植的例数，大概也就是在70到80例左右，所以4万到70到80例，这个是非常巨大的鸿沟。那么挑战的最大的难处是什么？供体的不足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我们也在开发一些新的技术，这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，就是心室辅助。在这个漫长的等待心脏的过程中，希望一方面奇迹的发生，心脏卸负荷以后，他的心肌的再生能力，尤其是儿童，他心肌再生能力相对比成人更加旺盛。那么这样奇迹发生，他甚至可以撤掉心室辅助。第二，即使奇迹不发生，那么一个心室辅助，它可以很好的帮助孩子可以活下来。那么活下来期间，他可以等待心脏移植。那么我首先讲一下，我不是来以什么教师身份的，那是不敢造次，因为我是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的学生。像刚刚张浩院长讲的，因为我们这个供体的稀缺性，造成我们有的时候等待的时间比较久啊。我们是到现在做了15例，其中有一个孩子14岁的一个女孩就非常重，那么后来她想回家等。非常重，心功能4级，几乎就是全身肿的。我们不想让他走，因为觉得他很麻烦。然后拿到供体以后，通知他来了以后，我发现已经不行了。手术很顺利，但是那种大量的渗漏和那种衰竭，肝肾功能衰竭。我也呼吁有心脏移植资质的儿童医院，一定要去取得这个资质啊。首先，你起码把这个左心辅助做起来，然后获得等待心脏移植的机会和时间。我总觉得，因为我们搞心胸外科的啦。我觉得到一定平台上面，总归缺一个角，这个角呢就是中末期心衰这一块，好多辛酸苦辣的事情，太麻烦了，这个讲不完的，反正从曹冰冰开始拿供体开始，准备第4次给他做紧急状态的申请，4月7号申请过1次，4月8号申请过2次。提2个问题吧，问问欣欣好吧？小儿型供体的配对用不容易啊，拿了个大箱子就是给你了。如果比例很高的，你拿还是不拿？我们最大的是这个1比4，还有更夸张的，他们1比6点几、1比7的，它是分3次延迟放的，到最后呢就剩下了一个口，那个心脏还顶在那儿，分了大概有2个月时间，3到4次，最后一点点实在是缝不了，他自己，后来他肉芽还好，他肉芽是闭好了，就这么长起来了。景浩，你刚刚讲了很多就是困难的东西啊，其实好多困难的我们还没遇到。这个前路很艰险，对吧？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，就这种。